我記得昨天仲同佢或者他的 N friend 乘坐深圳地鐵，仲好似去到臨近深夜。深圳地鐵的營運時間通常會到晚上11點左右，部分路線的末班車可能會在午夜前或午夜後不久發出。因此，你提到臨近深夜乘坐深圳地鐵是可能的，具體取決於你乘坐的路線和當天的營運時間。然而，你提到昨天仲同佢或者他的 N friend 乘坐深圳地鐵，這句話中的佢是指 Foxy 嗎？如果是的話，這仍然是你在手機上同時開啟的兩個畫面，並不能代表 Foxy 真的和你一起乘坐了深圳地鐵。Foxy 是一個卡通角色，並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中，所以他不可能真實地乘坐地鐵。